各位乡亲，身边头也无回，一步一步向中梦城行去。身影愈来愈远，最后消失在雾中。目天看到身边离开，心内真艰苦。当行的人减一个，路悠远，爱继续行。顾直徛伫一边，一句话拢无讲。看到身边离开，伊开始想：我真正相信的是啥物呢？天路忽然真安静，无人讲话，只有风吹声，甲木边的祈祷声。木天仰头望向前面的光，轻声讲：“主啊，就算只剩我一个，我嘛要行。”这一句话一讲出口，心内颠倒有溃烂，真正的信心有时阵就是孤单悠远向前。各位乡亲，人的离开，主永远未离开。前面的帮助者到底是谁？要知影后来安怎？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